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到21节，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蒙福的人。基督信仰是传福音，许多人会问，特别是非基督徒会问，什么是福气？基督徒当然可以非常简单的引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回答：上帝那么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，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恒的生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借着他来拯救世人。这是没有错的。但是非基督徒他们听得懂吗？他们很可能再进一步的问到什么是永生，而且他们会说，我这辈子活得非常好啊。基督徒要如何的回答呢？或是我们要如何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。根据圣经的这个教导，基督徒应该要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正是圣灵降临的主要目的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说，但是那劝慰者，就是父亲因着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，一定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，并且使你们记得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。所以遵守上帝的诫命是最基本的要求。如何的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是领受救恩及永恒生命的一个要求。这也是为什么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到了第一站西乃山下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颁布了他的诫命10诫，为的是要让以色列人有个非常清楚明白的根据来跟随他。也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的忘记了上帝，不认识上帝，并且认为上帝是那个看不到的。因为呢，他们遇到了没水的困境，遇到了没东西吃的难题的时候，上帝的仆人摩西都没有办法先替他们解决。所以10诫的规范其实就包含了对上帝，这是从第1诫讲到第3诫。但一般很多人都认为第4诫守安息日的诫命也是针对上帝的一个诫命，但是牧师认为第4诫也同时包括了对人的关系，因为这个安息是从上帝领受了福气，就是得安息，也要领受了呼召来使儿女、奴仆、女婢、牲畜以及侨居的人能够得到安息。当然非常明白的，我们知道第5诫到第10诫是针对与人的关系上面。事实上第4诫的是10诫的一个重心。11节说，我上主在6天里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但在第七天休息，因此我上主赐福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这是在提醒以色列人
我就是那一位赐福给你们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上帝。也在说，是我创造了天地，赐福给你们的祖先的。因此，这个就介绍了他们回到这个唯一真神、独一上帝的敬拜里面。也因为这样子，就有了第1诫跟第3诫的诫命第1、2、3。曾经说，上帝做了以下的指示：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，我曾经领你们从奴役之地埃及出来。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的神明，不可为自己造任何偶像，也不可仿造天上、地上和地底下水里的任何形象，不可跪拜或侍奉任何偶像，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绝不容忍跟我对立的神明。恨恶我的人，我要惩罚他，甚至到3、4代的子孙。但是那爱我、遵守我诫命的人，我要以慈爱待他们，甚至到1000代子孙。不可滥用我的名，凡滥用我的名的人，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要惩罚他。以色列又因为长期住在埃及，学习了非常不好的文化习惯，因此就养成了不好的人际关系，甚至为了自己的益处，他们就变成会偷盗、杀人、奸淫，甚至连与父母的关系都很差。因此的就有了第5诫到第10诫。圣经说，要谨守安息日为圣日，你有6天可以工作，第7天是分别归我上主你上帝的安息日。这一天，无论是你、你的儿女、奴仆、女婢、牲畜，或是侨居在外族的人，都不可工作。我上主在6天里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万物，但在第7天休息。因此，我上主赐福安息日，定为圣日，要孝敬父母，好使你在我要赐给你的土地上享长寿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窃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爱别人的妻子、奴仆、女婢、牛、驴或是其他的东西。以色列人非常的害怕，因为上帝说话的声音就像是雷响，上帝的形象就像是闪电、浓密的烟雾。圣经记载说，人民听见雷声和号角的声音，看见闪电和山上冒出来的烟，都非常的害怕。他们远远的站着，他们对摩西说，请你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定聆听。若是上帝向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会死。摩西劝勉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上帝出现是要考验你们，使你们时时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教导，我们称为山上宝训，可以说是跟西乃山的诫命一样的重要。福音书的记载就非常的明白，耶稣基督说有福了。在英文的翻译是这样说的
Bless the one who 我们又称这个山上宝训为八福。我们来听听看耶稣基督怎么样说蒙福的人。他说，承认自己的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要安慰他们。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。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要充分的满足他们。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要以仁慈待他们。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要看见上帝。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。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侮辱你们的时候，迫害你们，说各样坏话毁谤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是多么有福啊！要欢喜快乐，因为在天上将有丰富的奖赏为你们保存着。从前的先知也同样受过人的迫害。这是从基督耶稣的角度谈到蒙福的条件与方式。我们一起来努力吧。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尊上主为上帝的国家是多么的有福啊！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是多么的有福啊！上主从天上俯视，他看见了全人类。他从自己的座位上观看地上的居民，他塑造每一个人的思想，洞悉他们一切的作为。君王不以强大的军旅获胜，兵士不靠强大的力量保命，靠战马不能保证胜利，马的威力救不了人。上主看顾敬畏他的人，他看顾仰赖他慈爱的人，他救他们脱离死亡，饥荒时保留他们的生命。我们仰望上主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保护者。我们心中充满喜乐，因为我们信靠他的圣名。上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慈爱常与我们同在。恳求上帝让我们领受圣灵的充满，领受圣灵的能力，跟随你诫命的引导，成为你的儿女，能够蒙恩得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